台南一间高工的女学生摕到营养午餐其中一项的配菜，就是这个甜的银丝卷这种的馒头，伊出大力甲订落去，结果订出着将近半碗的油。讲这个油是济假，会当阁摕去煎番薯咯，这实在是伤油咯。 查某学生一只手订一盘黄色的物件，迄伫出来家底，订真济油出来，阁准备半碗，规个手拢油腻腻，看甲强袂变白。再拿去炸薯条，照一下就有。 同学拢感觉真咸，不过伊摕的是本正要食落白的营养午餐配菜煎金丝卷。很油会反胃啊！我咬下去的时候，一口油直接在我嘴巴里。是啊，很油腻吗？很油呢。实际到学校问冒食金丝卷的某位学生，拢讲真正油漉漉。这项煎金丝卷是台南一间高工的外包便当，曾提供中昼顿菜色。面对学生讲收油，学校讲已经有甲业者了解状况。底下可能没有放置这个滤油网的关系，所以在同学拿到最后一块的时候，可能那银丝卷又是一个会吸油的食物嘛，所以它就特别的油。公职的营养师跟我们团膳的营养师做一个讨论，然后会限制他们的热量。因为学生爱食甜的，影响中昼顿嘛是会有甜的偏好。学校讲已经有甲厂商检讨改善，未来若是有提供资料，会伫咧餐汤内底加放过滤油的方法。问其他餐厅业者煎金丝卷要煎甲袂油有撇步，7到8成油温下去，保持它油温的温度就比较不会。学生食营养午餐，煞食到真济油要起，营养午餐变甲真无营养。学校和业者答应讲会改善，互囡仔拢会当食的空间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